应该是咱的哦。是吗？我感觉是咱的。把我救落来。1、2、3。三声好气，好你满意。太可惜了！哎呦！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这太厉害了！搞！阿嬷在遮，其实我这个画面是足恐怖的，因为阿嬷就是背影坐遐，嘛是敢若看无了，搁听无，所以我有时阵唔知要怎甲伊沟通。经过阮 boss 少年帅的训练，我所选出来的这6个广告实习生，总算有一丝仔进步。咱广告 start 一间公司，嘛会使前往全台湾去服务乡亲咯。开幕头一个任务，绝对袂使重答。我决定安排8弟，等下李友旺一组来拍头阵。希望因高软症、甲教甲客户伴暖的能力，会使帮咱抢到头香。加油咯，各位！哎呦喂啊！高啊！八卦山呢？要招阮来爬山啊？因为你啦。对，因为我即马要爬迄个百岳啊。系啊。你个想讲遮多人是观光客，哥是摄影师。无，应该是咱足困难啊，先来拜拜。哦。哦。希望咱后壁schedule会使较顺。啊，应该是咱的哦。是吗？我感觉是咱的，有确定吗？有一个内部的尴尬。一定是咱的。啊，阮的那个，那个我直接太兴奋讲那个一台车。哎呦，你哦，是吧？是我的吧？把我救落来。哦，这会这把救吗？1、2、3。太厉害了！规组还了了，送一台车啦，那会遮好的节目啊！哇！透动的！哇！这高水呢？小等下，叫有一个这啥？来。哇！这家己弄吗？我讲家己弄。你客家话？安尼咱要先来听下这无？安尼先开箱。安尼我感觉吼，这就是看图说故事嘛吼。对啦。所以讲咧，阮来把这组装起来。先倒的啦。好。来，错啊！来，你有上后跳。哎呦喂啊，够电火啦！哦，电火啦！哎呦，这个装起来啦！哎呦，也是讲水电工了，我是广告 start， 不是专门来做改装 start， 改装车，你能说吗？这台啦！这什么？收音机应该是要哦，请按我啦，爱骑啦，哦，爱骑啊！来，我抱嘞，啊您骑。好嘞，真的可以按呢。圣灵充满。这是圣母玛利亚。较早我是 boss， 首先欢迎恁来到中华。即马恁看到这台车是恁未来的交通工具，嘛是行动办公室，请恁爱好好保守。现在头一个任务，请恁想出恁的队名甲队号，刷落来设计出恁的队旗，互伊较特别的。爱记咱广告人袂使凊彩，唔通漏开，莫输互另外一队骹手爱紧。朴树那叫做音效。来拄则有认真听无？有啊，伊讲爱想 slogan。想 slogan， 爱想队名啊，所以这整起哩吗？安尼我知影，我开后道的物件，啊恁看遮。我炸了，头一关就卡掉了。
哎呦，啊，加辣哎呀，你数不到了。创啥？五 A 字 T 啦！啊！老腿，老疼。来啦，这好恁用啊！你真正。但是这个有电爱食呢，这个要怎弄？哎，这个有一个啦。哦。你先去啊，等你。真正会使去。会使呢。啊，看到啊，这有一个 mark。有。哦，这里哦。哎，小123。扣掉。啊，安尼倒啦。安尼啦。哎呦喂，这想要装啊！无，我这收管吧，这整体。啊，有说明书吗？哦，这有咖啡耶！无啦，咖啡，今晚不是要咖啡啊。对啊，我刚刚线索应该在遐内底啦。你是嘛看这个方向？你有我这方向是安尼对吗？哦，这哦。两边拢对。哦，好啦，先去你啦。来，交互恁啊，查甫人。工具人来，来处理。我帮你打，我帮你打。诶，可以。会使你要叠起来。这边是关横的吗？这样子。哦，对了，对啊，水，脚床连大腿。好，来手。好啦，八卦山大佛，紧落来。感谢。恁即马顶管好啊，晓？好啊，好。啊，然后爱想对夫对名，对面哦，六王八弟董仔，袂使坑做伙哦，你有王八弟无？王八董。王八董。我本来是比较喜欢董八翁，但是可能太好笑了这样。但是咱坐一只慢慢拖入。好啊。哇死人！哎呦喂啊！哦，安尼啦，安尼。台客蹲。好。你有那有衣啊？哇！哦，感谢你 gentleman 啦。安尼弟弟对我真好。弟弟。你属什么？鸡。鸡。我属于你。我属于你。我属于你。奇怪，我哪会要甲你聊啊？我拢结婚啦！哎呦！就莫讲这个话题。安尼好啦。龙嘛。龙，双龙。哎呦，双龙这个赞。它是跟山有关的。三小福。三小福星。袂歹哦，因为福气其实蛮接地气的。三小福就是我在报告时阵就讲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三小福星，啊，今日要甲你。因为甲你来介绍咱的产品，咱的广告啊，咱是福禄寿。福禄寿生来。阿公阿嬷听到福禄寿就较袂安怎？因为我就爱谐音梗的啊，而且我希望咱三个感觉是，互人福气，互人长寿。因为我感觉这足接地气的，足合台湾味的。袂歹啊，我感觉因为三个人嘛，系啊，带来福气。八弟一公出三小福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袂歹哦，啊就安尼，随和我简单啊，时间在走，要进行。三小福，给你带来幸福。因为咱的核心价值就是讲，咱的世界去帮大家拍广告嘛。对，三小福的话爱画三个头吗？三粒头。啊，我家己画家己的头。啊，我自然产生。哦，你要画安尼啊？啊，你做歹画吧。常常我画手。我先暂定。好，先暂定。安尼来。因为我感觉对方，咱另外一队一定会予一种什么他一定要赢这种的。我是走温暖路线。我是温暖路线。我是带来温暖。对，福禄寿。我们来度化他们。好。好，三小福。啊，这些下了再切的吗？袂使吧？你有头。真搞我家己啊！这也是做迄个贴图。对啊。
三小福气，三。包你满意。哦哟，三小福气包你满。哎，水哦，好，可以拍镜拍啦。镜啦。有三小福，互你满意耶。你的三小福来到这里，三小福，互你满意。嘿，太多了，记不住。你们两个不要这样，我记不了。好啦，三小福。三小福下好，啊，即摆阮一人一粒头。好。应该是加极简风。咱迄巧克力饼干，鱼啊，甲插落咯。拍起爱慎重。好，咱行李才会旺。好。就感觉一个仪式感，就是要开始，做行李啊，要开始来接任务啦，安尼。好，插旗啊！来，咱的这个大佛面头前，敢若会点名开张咯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耶！三小福，三小福气包你满意。第二句嘞。啊？破书。破书要讲话了吗？啊？接受。什么？又有东西？哇，破书讲好阮物件，极机密，这台语要哪讲？这可能不好听哦。之吉密。一个玻璃管啊，来，这是啥？这是迄个这边23.95高坐标。对，我也觉得是坐标。来，我查。来，手机啊，咱坐好啊，好。坐较舒适。安尼你念给我听。这是迄个啦。这是啥啊？加的嘛，对不？啊，那个洋葱的小时候。不是啦，洋葱小时候嘛是生安尼啊。是啊。哎，你是念迄给我听，我嘛感觉是坐标。我看一下。23.95。0725。23.95。0725。0725。496833。496833。407。逗点，然后呢？102.442。102.442。哎呀，这应该是咱头前。见了。哎，我教你啦，其实这会使甲翕相了后，甲复制贴上就好。你敢知影这个新功能？这位 KOL， 这位网红。不见了。无要紧，这种翕的就好啊！你咧，即马科技就发达的，你翕相了就会使复制贴上。我即马袂爽，我即马就热就想要烫衫的。烫落，我要看。安尼敢好看？新买你的大佛面前卖安尼，你有这种处罚？来。有啊无？哎，真的有哎。看到啊。等一下开车。开车爱35分呢，收物件，紧的。35分，啊有讲几点无？即马去啊，对无？收物件啊，开再去。对啊，开车。好，安尼是收物件。收物件。咱爱赢，咱爱画一下口号。来，咱复习一次。三小福气，互你满意，好无？然后咧，刷机啊！好，你刷机啊！啊，阮要创，阮要好嘿。你讲阮要安尼哦？对啊，动态一就好。好。1、2、3，三小福气，互你满意。看手机哦！耶！生意兴隆哦，互你赚几落亿，好无？互你大家拢满意，好无？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好无？地图刚开始就在这个国校边啊，一个国校边啊。国校边啊。但是我是感觉咧卖无花果的老板应该年岁有啊哦。对啊，卖迄可能淡薄仔老。对无？而且佫是阮第一个 case， 毋知是难的还是简单的。头一个 case 因可能会甲阮下马威一下。哎，你迄纸摕出来看卖。好，它只有写依循原理的禁果，代表讲无花果伫咧以前是禁果。禁果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哦。而且咧，内面拢是被折翼的小天使好好的庇护。可能内面的员工是较特别的吗？哦，你讲
用特殊教育。嘿，特殊教育的小朋友们，若是安尼的话，就会使甲广告拍了较感动的之类的。哎，是这个吗？因为他说庇护农场。啊，你的地图到了吗？到了，就是这条弯进来直走，卫星定位坐标。对哦。哦，是这个啦，彰化20慈恩吗？直直行，直直行，应该。来。后面看到一个铁门，搁直行。这个吗？哦，高啊！哦，这头咧。哇！足多人的咧。啊，拢来扫涂骹。是这个啦，彰化20慈恩吗？直直行，应该。来。后面看到一个铁门，搁直行。这个吗？哦，高啊！哦，这头咧。哇！足多人的咧。啊，拢来扫涂骹。一路车因开始就热情的过来打招呼，我就知哦，原来小天使就是因，就是身心障碍者。你好，辛苦了，这么多人哦。你好，你都在扫地啊？就亲像小朋友安尼，你好，哎，很热情。你好，你都在扫地啊？你好。这是你们休闲农场。大家要有礼貌，对客人要有礼貌。你好，有礼貌。好。啊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应该找谁啊？对啊，我们。哎，我。哦，哥怎么称呼？哦。哎，副厂长好。啊，副厂长是我们第一个客户。是。对。我们是那个广告公司。有接到恁的。委托。对哦。啊，我有摕到这个，这是恁兜的吗？对，这是我们种的。啊，阮即届来就是要好好帮恁家宣传啊，要拍广告。等下我就是带恁来内底啊体验一下吼，体验一下因的每天的迄个生活，安尼因的生活是安怎。哦，恁家应该就大的吼。嘿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瓜棚哦，一个有重度躁郁的那个阿伯啊，他在这边，再给他一个地方工作这样子。哦。啊这边种什么？伊迄一个就是起蚯蚓。蚯蚓。啊，然后在那边对出伊的头啊，然后去做施肥。啊，等下咱买后边买看到。好厉害哦，你们！你会做便当啊？做这件代志爱就有爱心的呢。对哦。对，老板很有爱心。啊，你不是老板，你是厂长。对，我是厂长。大家都有爱，一家人。家总共多少这种特教生啊？大概20几位。20几位哦。20几位。所以他们都是住在这边，然后自给自足这样。对。哦。给。对吧？你哦。哇！所以我们要先戴手套。那我们就先戴手套，准备，然后拿蛋篮这样。蛋篮，对。蛋篮一个啦。哇！我感动哎！鸡飞狗跳。对。厂长，我们要该注意什么？那我们等一下哈，我们就是因为鸡它会到里面哈，它会生蛋箱生蛋。对。伊鸡两箱啊，咱就去来扣安尼。对，讲拢伫咧内面，对，因为你去内面洗卵。阮一开始拢伫外口咧找卵，对，觉得这样很笨，因为捡个蛋要卷很足久诶。那我们后来，我们就给用一个蛋箱，然后它会自己进去生蛋。啊，你还是打刚修吗？打刚修。对，来扣，安尼来啊未？稍等下哦，等阮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安尼来教老师。教迄个来宾，吼，你来教来宾，安怎扣，你要甲因教。教阮哦。轻轻摕对无？轻轻的摕。对。啊，这嘛会使吗？对。加购。哇！还个扣。
好像啊，搁爱搁扣清气哦。爱 Q 清气，哎呦，好，一开始因就是因为好因做一个类似说他来工作，啊，然后这个又可以卖。一开始是这样，然后又可以那个养鸡，就可以跟鸡互动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厂长，我们是不是要去外面装盒？就先到外面。好，先到外面。就顺便也可以养鸡，让他们有互动这样。对对对。啊，这样他们就会有那种宠物疗法治疗。因为阮嘛较算讲人道饲养啦，就是讲伊就自然淘汰。其实老家吼，一年人就甲拍掉做咸猪鸡去啊。是哦。那我们是没有这样做，我们就把它起个以终老啊，对对对，终老啊那样。生老病死了。对对对。这什么？蚯蚓呢？哇！哇，好多豆粉啊！是豆棍啊，还豆粉？豆棍啊吧？豆棍啊，豆棍啊，豆棍啊，蚯蚓。豆棍啊。那你是这样用手抓哦？啊，这个是喂鸡的吗？对，喂鸡的。鸡吃什么？鸡吃这个。对，这是很营养。这对鸡来说是他们的意大利面，对不对？对。Leo，你有这样喂过吗？哦，这样丢哦。哦，就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丢给他就好了。好，这样他就会吃了。哦，不是说它一只一只这样子，像你喂那个昆虫，这样比较有感觉。来吃虫虫，吃虫虫，好，吃豆问。来，你们有看到吗？这里有3只。来吃意大利面。有吗？哎呦，吃了。有啦，你吃，遐有一只。吃了。厂长，所以养这些鸡对他们，就是跟这些动物互动，是对他们有帮助的。对，就是我们一开始吼，要互因创啥物，阮嘛有想讲，要像迄，譬如讲啥是迄种工厂咧，还是要互因有其他的选择吼。啊，阮尾仔就想讲，啊无就是互伊做一寡农事上，有点像我们在玩开心农场。对，按农事上我们又衍生说，原来有那个园艺疗法，然后后来又接触到原来有辅疗，就是宠物辅疗，然后才开始来养鸡，所以鸡是后来种完菜之后才来养鸡。那我们选择这样，他们就是可以去接触这些自然的东西，这样。菜摘，那我带你们去这个喂蚯蚓哦。喂蚯蚓，因为蚯蚓我们要养才有办法给鸡吃啊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来，哇，好多菜哦。李佳，这个是我们厨房都会那个腌菜，这个就是那个应该是宝贝亚的外面。那外面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切碎，就是用切菜机跑过一趟这样，照过去本料伊的安尼脆嘛，这个就可以养蚯蚓。这口感就兴盛的。对对对。沙拉啊。这个是鸡蛋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些易肥给植物吃的。好。我们就往后面那个堆肥场出发。好大一区哦，那个一桶一桶都是吗？对，我们就是在这边制作来，哇！咱过来要饲啊吼，来，你那教老师安怎饲？你卖拢家己，你卖家己做，你卖家己做，来教我们做哦，用起来，就是这样，这样子放上去，这样子，上去压嘞，好香哦，其实。那个土味是香的，对，土味是香，没错，它就是越它会去除臭的就对了，越有机就越不会有那种臭味。对对对。来，好，来。伊这啊，吃2礼拜就吃了啊。你就吃了。吃了2个礼拜就吃完了。厂长，像这只是什么？独角仙。这只来，这只有巴蒂要不要说？哇，这只。这就是迄个人讲的鸡母糖啊，鸡母糖，这是滴倒造出来，知无？这就是鸡屎，就是鸡，你若是有鸡屎的所在，就是这种糖造出来。这个很有可能是金龟子或是独角仙的幼虫。这台语有做鸡母糖，代表是鸡母上爱吃的。对。下面也有好可爱哦。下面也有，工作啦，下面还有啦。在跟鸡母糖谈恋爱。我们给它啃进去，我们把这鸡母糖放进去，让它变甲虫，它会被吃掉。这2个礼拜就好啊。
放2礼拜就好。可能礼拜一就会当来摕这个头，好摕了，我们就丢进去这里，翻脚，然后它就翻搅啊，然后就会过滤出没有杂质的，啊，我们就把没有杂质的装袋就是肥料，没有杂质。啊，有杂质的就是这个叫有杂质的，有杂质我们就再把它倒回去，有个豆邓饮，它就会再孵化新的下一批。哇，这真的是一个养一个，再养一个，再养一个。对，循环，因为它要一直繁衍啊，你才会有蚯蚓嘛。自然选。哎呀。等于大工来家拢有代志做就对啊啦，大工拢有代志做。哎，足无用的其实。对啊。啊，第一你要表演，让大家看呀。好，你家表演一个。好。好，那两个都可以合作。这个是啥？这是那个分风的。一开始我们都傻傻的扫地，扫很久都扫不完，我们就用这个。他们连这个都会用哦。对，这太厉害了，这个完全。OK， 厉害了，高，他们好开心啊。他只是把它打开而已。有时候真的忘记说有一些很单纯的事情的很好玩这样，他觉得很好玩，我好像也觉得很好玩这样。哎，那这样我。厉害！我们爱的鼓励啊！5、6、7、8。你好棒哦！哇！起来，光滑来，你还会开车哦？他知道去哪里啦？哎，翘班，没有他表演，纯表演。你们俩狗练啊？对。他在游迄莫大的时阵，迄力头是有够大的，一个迄阿成佫较悍，伊是直接驶一个遐大只的车，安尼咚，伊两个竞争呢，对啊，迄是一个良性的竞争。你会晓驶车，但是我会晓咚，会晓扫地机器人。对，我是感觉迄是互相鼓励、互相撞击迄种感觉。他是我们班长，第一勇士。好，安尼恁抓要收创啊？来。咱就是要迄个。有一个需要送便当，送独居老人的便当。哦，送便当。有谁？哎，我可以，我说真的。我无机车驾照，我真正，我较早做兵真正是帮送便当。安尼好，今天这我来就好啊。重责大任交给你。嘿，我就走外送。啊，阮村的咱来做迄个易肥。易肥做给植物吃的，刚刚现在要给植物吃了。刚刚是先给鸡吃的豆棍啊，之后要做一个给豆棍吃，现在要再做一个给那个吃。对，懂。生态链。啊，你要去上便当。我塞几只。上便当喽！你再去啊？啊，人家安全带是这种的。哦，来，咱来上便当。一龙来。上边啊！拜拜。这里再会。好，来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，给植物吃了。好，今晚要来准备好植物吃物件。咱这有做塔多的蛋壳啊、牛奶啊、凤梨啊，我们今天用凤梨酵素。对，用做法跟刚刚一样。我近景拢吃凤梨酵素排便。对，一样的意思。啊，凤梨酵素的是对迄个植物的风味有帮助。对，就让无花果更好吃。你味来饮料，不是啦。原理差不多。这趟是凤梨酵素。哦，内面有那个，这是啥？这就是这个鸡也很爱吃。咱今嘛就是用571号。这是我们要喷在叶子上面，怕它会伤到，所以我们要算一下比例。对，稀释。大概是350倍可以。哦，其实安尼一丝丝安尔呢。对，其实。然后要放去对。打到大桶去。好，来。这台你有多摆？对，这台啊。恁家几台有多摆啊？咱家有差不多8、9台。8、9台啊。那我组合。然后我们就会先贴，先贴，先抗铁的对吧？对，贴合。
啊，你一工人送几个？一刚超30几个，30几个。 30几个？哎呦喂啊，小好混。啊，这什么口味的？鸡腿、哦，鸡巴、嘿，鱼啊都有。哎，做青菜的啊。对，都还不袂歹。袂歹袂歹。啊，好，安尼然后我，OK，们就关起来，关起来。嘿，会锁一下。好。装便当喽！耶！爱过滤。哦，就是给他拄食遐虫虫个。对对，杂质什么的。哦。嘿。较悬的，较袂掐到。把它关起来，关。有了，水已经到这了呢。对啊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可以摘吗？那我们就去那边要来喷的哦，好。要来喷的哦。呀。好。谢谢好来哦，是这好会使用吗？嘿，咱伫遮哦，咱过来，咱就是要来做一个叶面施肥，叶面施肥，好。啊，这我会使用对不？对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可是我会教你。好。对你教那个阿姨，姐姐姐什么阿姨？镜头在哪？他叫我阿姨。没有啦，尊称。来，很激动。尊敬之称。对。啊，转给伊看，看你平常安怎转吼。我说这边对。从下往上。好，哎为对它，然后对。从下往上。对。哦。哎，对，下骹嘛真重要，下骹嘛拢爱喷着吼，吼动作一气呵成。有没有？它是很均匀的啊，上下头下面整个都有。规张就对啊啦，规张。另外前天这样对吧？嘿。臭干，你这边啊臭干，这是碰无掉的。哦。有无？嘿。拢是对。哦，好。哎，对。这样。对。然后这个根再大一点，大一点。这样。这样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样下面。好，走。好，走。有绕高去无？有绕高去无？哎呦，有绕高去，甲有讲。我让高哦，这个是比那么碰无掉。好，啊，你走。碰无掉。你走。碰掉。讲啥？会跳吗？还好。那会当休困啊，休。没事。想讲你甲我关心。石架，来到一个所在叫石架。这真正足无方便的，附近啥物拢无啦，拢是田呐。哇，无怪我来这送便当。哇，阿嬷住好远哦，阿嬷，好远哦。应该骑20几分钟了。哦。阿嬷住在这。对，阿嬷住这边。阿嬷你好，阿嬷歹势哦，你等遮久啦吼。其实迄时阵要入去的时阵吼，比我想的搁较破。我想讲迄个门应该是 OK 的吧，结果迄门是要用锁啊绑的。啊，入去了后就缀小林那个乌多摆，徛在内底嘛。啊，阮就入去伊的灶骹，就开始看到一个阿嬷。其实我迄个画面是足恐怖的，因为阿嬷就是背影坐遐，啊，然后伊就开始咧用茶，啊！你甲伊讲话，伊拢无应哦，无反应哦。叫伊阿嬷，伊拢无要甲你应。对我其实足紧张的，而且我听因讲，即个阿嬷是敢若看无了，搁听无，所以我
有时阵唔知要安怎甲伊沟通。23岁，嘛是少年。对，哦，还蛮年轻。有保持。我那看袂起就无做。阿嬷爸80几，82、83。 23岁，嘛是少年啊。对，哦，还蛮年轻。有保持。我那看袂起就无做。对，就目睭看无方便。无钱时万拖去遐看。我有咧拖有咧哭嘛，哭讲拖看。马龙听无，我当初就很难，比较难沟通。可是我就是要碰他，就让他知道有人来这样。迄根根有卡。有卡。你同伊调咧披衫。 哦，这条咧披衫，迄条有数，这条咧披衫啊，用摸着用摸。是哦。调啦。哦，这你披衫的所在就对了。迄有数就用迄王金人，摕啊四季拢黄金的无。阿妈家己绑的哦。啊，这厉害！我这披衫啊。安怎绑的啦？用摸啊这样绑。我若看无，我你叫我绑手啊，还是无可能代志呢。啊，伊搁家己伫遐下水烧迄茶。柴火。对，伊头拄烧迄茶就是要香菇，啊，毋是等下要香菇烧茶。全部咱家己烧水。就是哇，很厉害。阿嬷足好耍的，伊虽然讲听无看无，但是伊会一直讲话，一直分享，一直讲，就是迄种分享。虽然讲伊听无，但是伊一直分享，一直分享。对我来讲，我袂感觉伊是足可怜还是怎样。我觉得他反而是最强阿嬷。阿嬷的手冰的。 不会，他手比我还温暖。哦，温暖。是我手是冰的。阿妈，你手就温暖的。小林，你平常时来，阿妈会安尼一直甲你讲话吗？伊若有出伫外口，我就安尼甲伊讲者。是哦。讲几分钟啊，会啦，就聊天。伊今日算心情袂歹。对，心情袂歹。啊，伊来伫内底的时阵，我就该看者，让看他的安全啊、健康状况，哎呀，健康来观察。其实阿嬷气色看起来真正好呢。对，阿嬷气色很好。对啊。身体嘛就好。你食恁的便当啊，便当好，有营养。就是让它均衡。对啊。你跟阿嬷自拍结合。哦，可以。好。阿嬷，我来自拍姐哦。耶。有了。哦，这个漂亮。装可爱。阿妈，便当放在家哦。给他吃啊。不是，你还给你吃哦，够羞羞。这是其他的。哦，我们要关门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巴力，我们先停这边，我们先关门。哎，咱爱先来个关闸门。嘿，门爱关吼。嘿啊。天哪，我看过这种门诶。嘿，它这里有好收啊，然后我们就帮它打个结。OK。你是打蝴蝶结哦？对，打一个蝴蝶结就好。啊，伊家己会开。因为阿妈今摆都家己要来关门哦。对啊。阿妈今摆家己要来关门。阿妈，我关好啊呢，阿妈。厉害。你来检查者，你有好好关门无？嘿，因为检查讲我有甲关门无？对。我若袂记迄个门，伊会帮我蒙起。阿嬷讲咱拔了无？好不及格啦！哎，阿嬷家己拔。阿嬷不及格。阿嬷，你看会靠手。有一个动作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伊在摸迄个门的时阵，伊的手哦是摸喺涂骹，伊看迄个酸有入去哦，迄个手摸涂骹迄个动作，我感觉我家己足感动。手就是个目睭，对。所以我感觉这个真正是奇幻之旅。拜拜，阿妈。咱即马算了，咱即马就是讲，咱要来办，咱是毋是第一个先安看颜色，然后看颜色了呢？要蒙起来它是有软软的，嫩嫩，有一点点 QQ 的，就是它没有很软，但是它有点 Q。是不是敢若触感敢若迄个水蜜桃？很接近，就是类似那个感觉。好，伊也小可 QQ 安尼，好。遐有搁较红的，啊，有搁较青。有青有红，无代表讲伊熟甲无熟。所以这粒你目前目测就知影熟啊，对不？基本上目测起来，第一觉得它应该熟，但是我们还要再确认一下。哦，这安尼可以啊，8分熟。换我摸摸看，我8分熟，8分熟，8分哦。你摸摸看，测一下，8分。哦，真正是水蜜桃，啊，毋过搁较甜一寡。对。
不要戳，不要压下去，它会破掉。就是测它的那个软度。咱即马就是你拿慢来看。好，你帮互阮看。啊，为倒位加，我帮你打掉。你是芒啊？芒啊？你先拍屁。厉害哦，超厉害。底加有哦，真正有嘿，这个是什么？它的乳汁。对，它对树林啊，对吧？自然界的一些植物啊，它们都会分泌一些汁液来防止那个动物吃它，它吃了它就破嘴。我们吃了不会破嘴，因为我们没有吃这个，我们是吃它的这里，对，这边。谢谢。打后。哦，就嫩诶，就嫩诶，就伤嫩伊啊，就爱慢啦。太熟，对，太熟了。辛贵是。好，你放下来，我来分。好。啊，你另外一颗，它是隔壁还有一颗。隔壁那一颗看起来还美，那一颗看起来还很硬，还很硬，对。这应该算 QQ 了吧？这可以了，这个就比较漂亮哈。这一颗它的，另外看想讲啊，伊就无水吼，鼻气就无好食，其实鼻气最好食，最好食，它不影响啦。哦，这条有水。哇，它就是拢是迄个花青素，花青素啦，花青素满满的，就是你吃这吼，不是咧食水果，食水果是咧食果实，伊这是咧食花，这内底拢是花蜜啦，所以也很特殊性的东西。安尼啊，这互你这哪好啊？迄个好像20几岁的迄个小朋友，我嘛感觉伊就厉害，伊除了贴心了，因为厂长有讲因内面呢，就是身心障碍的小朋友，其实拢有分重度，然后低一点的。然后这位小朋友他其实是比较有办法理解工作的细节，然后人情世故，所以伊其实咧做代志的时阵就贴心的嘛，就小心的安尼。啊，伊就甲我教安怎背，安怎教，啊，我叫伊甲保护我，伊嘛保护我安尼。啊，那个梯子要帮我踩哦，安尼踩得很开心这样子。一粒有我过伊就是吼，你看伊全蜜化，你看它的皮很薄啊，对，伊的皮吼，你看一点仔尔，就表示它已经全部都转成蜜了啦，吼。啊，你也是控制不好吼，伊也真。白白的很多，那个其实就是控制不很难吃。啊，你如果看到这个白白的很少，它就是蜜的。我听，我把它磨一磨，它味道更强。它还蛮结实的哈，你看。哦。这样子，整颗。甜甜的。内面的一粒一粒就看亲像来食迄个寿司鱼卵。哎，对。但是口感呢，搁互我一点时间。淡薄像水蜜桃。哦，对啦，水蜜桃啦。啊，伊这皮嘛，足侪迄个维生素啥，拢养分加好。超好吃。对啊，其实是好吃。阮这吼，其实曾经经过足侪年是袂好食，就是种了就无讲就好食。啊，那我们一直改良到现在这样，算是已经有达到一个水准。这个话很是蛋壳。对，这个蛋壳、牛奶、发酵液、蚯蚓粪肥，这个都是很多元素加在一起的结果。我怎么听到蚯蚓粪肥还是怪怪的？但真的很好吃。是没错，但是因为咱即卖环境的污染伤济，啊用伤济化学品，所以对土壤拢就无好。啊，咱就是用这个生态、用自然的，啊，然后恢复它的应该有的样子。真的，厂长有另外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即马讲。就是我拄则看到一个小动作，我感觉足贴心的，就是足大心的，足大心的。伊拄则对无？阮咧收这刀仔的时阵，伊就用最快速度安尼赶快伊收好了，这样小心我们被割到。啊，拄则伊咧拿迄物件有无？伊嘛是安尼很小心这样子把器材都收好，赞。这就最难。姐姐给你个赞。对，就90%。就大心的啦，你有够老的啦。拍谁啊？拍谁？
哇，巴蒂无食到。无，这炸转去有巴蒂食。这会使炸吗？这扣掉就烂去啊吧？无，你卖扣啊，你炸两卖一扣啊，你就当卖扣啊。意思是你们把它水洗一洗哈，整颗。安尼拌料要花多久时间？一个早上大概8点到1点半到10点，大刚慢啊。大刚拢有心呢。对，大刚拢有心呢。哦，有没有客人好？生产线你好。我们放这边。好，放这边。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来挑果。不要那紧。要安紧吼，咱就是把伊摕起来。看有迄个外面有破损、有破气无？哦，若无就会使。若是有裂开，就是把它挑出来。哦。咱就是先，甲安尼，哇。对。安尼，一气呵成。安尼。一气呵成的呢。没有，我跟你这爱较多的，就是伊爱交叉。哦，然后这个就再跟着叠左边。没有错边的，他屁股朝上。这样子。哎，屁股朝上。这样。哎，对，我们把它先往两侧摆。过来再包好。包好了。那就是要移植到里面去切果干，因为有些。哦，烂去、挂去，较歹，咱就是啊，这要摕入去吗？内底有。内底有，好，行。行。哦。加。老师好。好，我爱先挂口罩对不？没关系，我们先试吃的。安尼就对了，来，Leo弟弟来加。这是成品。对，这个是成品。这是成品。谢谢。好香哦。很香。哦，它有那个，它的那个原始的味道，都没加糖啊，完全没有加糖，就是这个味啊，水果干啊，这样我们吃完再来拌这个。这个可以当那个果茶，我知，对，泡的，也可以直接吃，都可以的，对，因为有时候肉比较裂的，或者说比较没有那么漂亮，我们就拿来做果干。去头。去尾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这样那是别开啊。这就是安尼敢会当？这会使，这个是没有坏掉的。哦，它没有坏掉。这个厚度会使无？这个厚度可以标准。水标准。所以这要剁掉。烤果干就是爱厚度一样，安尼品质再一样吼。哇！你有弟弟，你伫咧厝敢有咧做菜？较少。较少，你上高的料理是倒一项？水饺。水饺煮水饺其实足厉害的呢。无啦，我袂讲尔。你又袂讲，所以你拢袂晓家己煮。简单的啊，炒饭啊。哦，炒饭嘛是足够的啊。这个就把它放到烤箱里面就可以了。爱烘偌久？12至14点钟。半工就去啊。12至16点钟，看迄个那落雨天就要烘较久。一包大概是10倍的生果去烤的，就是它会变轻10倍的。到家了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是巴蒂吗？你终于回来了啦！哎呦喂，拍摄，我忍到这久啊！我只软脚，我真的会软脚的我。你无伫的时阵，阮做做侪代志。阮做侪代志的呢，阮搁食那个。食足饱呀！印什么果？印西啊！印里果。印里果像杏果。印西怎么念啊？无花果的台语。不是无花果啊，是杏果。我需要休困一下。怎样？你是迄个啊？好输啊！
我还没有困过这有任声。务哦，有任务哦。哎呦喂啊！音乐在哪里？不是啊，刚刚听到音乐。爱吹迄个。啊。早上那个。你讲迄台机器哦。对，爱吹迄台，啊，还有迄个。迄个，你是在讲啥？现在都在比手画脚。一个字，怪你。沙梨。那个。迄个资料夹。抓。找一下，我刚是在找这边。电动卡内底有可能无？无啊。无在内底呢。在倒位？卡车。看一下。啊，无啦，嘿啦，你车在光啊。哦，你讲伫遐哦。对啊，无伊哪会光？应该是车在叫吧？这。倒位。啊，看咱遮创啥？要安怎找啊？哦，创的真有影哦。这明显我无发现，好，来哦。我思看过有啥物代志要甲阮讲，啊，你寒呢？来。我真正寒。好试落啊。有试啊。无啦，你无放大，莫怪都无声。这哪有无放大，阁有声就足恐怖啊！来面是啥？发光呢！这高科技 technology。这年代阁有安尼收音机。来哦，7。算几工啊，即摆爱认真啊！来，才有一张客户的委托单，恁爱用手头内5万块以上来完成即摆任务。明仔载下晡4点半，来共一个所在，甲客户提案。莫讲我对恁无好，我有准备几个专业的人来甲恁斗3工。但是食人一斤，也着行人4两，较欠擘开，唔通漏气，期待恁的表现。经理姐，阮听到的就是内面有5万块来点看卖。其实5万块，敢若不哩遐济呢，还是咱摕这。真假的呢？还是阮摕这转去台北？我嘛是安尼拍算，我叫客人车叫过的。来。袂使啦，咱要做较正啊，经的你看这，我算这。伊爱阁叫阮做无花果干，阁爱包装。有啊，这阮有很多拢有做啊。啊，阁一个公益广告，30至60秒。少一张。减1000。你好，厂长。厂长你好。你好。辛苦啊，今仔日大家辛苦啊。就是拍摄，财不露白。唱起来。财不露白。阮这个身上小朋友因种的这无花果甲果干，这吼要送你啊，就是讲拜托吼，咱就是帮我们宣传呐，就是说他们这样辛辛苦苦嘛，对吧？哈，的种植这无花果，帮他们行销啊。等于讲嘛爱卖无花果，阮爱设计这无花果的包装，这是咱头一个任务。所以我们要把它改掉。对，伊阁爱拍一个广告，差不多30秒至60秒以内。广告的预算5万块，就是我拄则我点过啊，无唔对，我拄则甲恁骗，无减一张都无减。一张是你摕去。阮摕到讲要设计嘛，要设计这个无花果的这个包装嘛，阁有爱拍一个影片嘛。因为我原本就想讲，干拍影片尔嘛，结果连包装拢爱用。拜托者，包装呢？我是完全对包装无概念的，对啊，所以我迄阵有淡薄仔放空。但是你嘛是想要阮用较新的这个包装，对不？因为这设计对，就是可以把它改一下这样。其实我对这我拄则雄雄有一个感觉，我小待回去才讨论。好啦，咱来讲。我马上有一个感觉吧。好，种的。我觉得种的。我举阵讲，敢若拍影片尔。我是感觉。会使，无问题。透动的，接下，接落啊！走，赛车。走。你有弟弟辛苦啊！辛苦，今日赛几工，会忝袂？爱换手无？袂歹。啊，左转。少年人有动头。倒手表。你好，咱即摆要去朴树帮我安排所在。理想的大院。哎呀，听起来敢若就理想的哦。重点是，唔知要食啥。
唔知住了好无？对啊。你知影阮几点起床无？阮差不多4点半集合，差不多3点半起床。工作到现在你几点？哦，这超时 boss， 你真正是。boss， 你真正袂使互阮失望。你至少要阮住好、食好、有温暖的所在吧？对啊，无安尼，阮敢若社畜。许愿，阮一人爱一间房间。对啊，这上重要。松松啊困。因为困爱困好把面，阮才有法度拍好影片，对吧？有理哦。对。对啊。你有你头一摆出外景吗？对。好，毕竟阮两个是出外景的。对，阮学长学姐。阮两个算讲凹倒骹啦，甲骹凹倒骹，啊你个凹正骹。甲骹凹倒。啊，毋过咱朴叔甲阮订这饭店那个田中园啊。对啊，所以阮爱帮旅游弟弟爱看者。对啊。我甲后壁关起来好啊，你安尼只看有好无？安尼。毋是啊，伊这。要到140公尺要注意哦。无可能是这种所在，无暗疏疏。有一个光是这吗？刚是间细间的。左边。遐去间，搁较头前诶。加吧，这个吧。这有一个巷啊。对，这个。哦，暗疏疏，这啦，啊你较细腻的哦，你较细腻的哦。是吧？是这吧？哦，袂歹呢。高级嘞。哎呦呀！出大事了！哦，袂歹呢。高级嘞。出代志啊！来紧的啦！出代志啊！哦，不要做了。好。我要赔钱哇！哇，岁平安。啊，不要弄你哦。出代志啊啦！这不是生的哦，这可能这是放鞭炮的。做了，出代志啊！爱开灯还是我找看要灯伫倒位？但是即马开灯敢会烧拍灯？我灾难现场。你无讲我姚总讲来这里办庙会，乒乒乓乓，轰咚咚锵，这样是旅游王敢若佫无要打通啊？叮咚，高级嘞！哎呦呀！到底是旅游王的唔对，还是恁导财唔对？对，迄车顶悬明明就有一个空放啊，空放甲迄灯的距离，你是无先想好吗？导财甲朴树应该上巧的啊，哪会发生这种状况呢？电火球安尼直接落落来。我真正是用上紧的速度，把我的安全带摕开，然后开车门安尼紧看，我想讲哇，死啊！全部安尼摄影师安尼徛一排安尼，我看你要安怎处理。哇，还放鞭炮哦！我真的到下车，叫海公啊，不是鞭炮，而且我甲巴力讲，我还以为我都已经看到烟了呢。哦，人！再见！哇！义工，忙一天，先开灯。哦！辛苦是有代价的。好险是长这样哦！我跟你讲，如果不是长这样的话，就是还是明天得继续。我们没办法转头走了，合约都签了。好，无一天辛苦啊！今日暗时各位通宵准备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要通宵？我们搞不好我们已经先说好了，我们就是10点讨论，不管到什么阶段就是睡觉。我们9点要讨论完。传一寡好料的，要请大家吃。多谢罗兰，哦，多谢朴树，幕后的朴树，多谢朴树。Cheers！ 嘿，广告start，耶！今仔日真有start啊！
啊，我拄则是要问讲，阮爱设计偌久的广告是30秒至60秒这中间。哦，1分钟哦。即嘛拢短影音较济嘛。啊，你感觉要用横式影片啊，直式影片，这嘛最重要的。其实以我的做法是绝对是用直式的呀，因为即嘛直式你讲流量率嘛较济。因家己有脸书无？因为脸书我今日有问过。安尼若是脸书的话，就要用脸书的做法，啊个买广告。所以我们5万里面还要不要下广告？包含下广告？下4万。下4万广告。安尼点阅率冲起来了，伊讲哇，这有人看。嘿，我继续讲你。同意。同意，好就安尼。原来如此。对啊。你有这么网红，底下加好谈吗？真正不了好谈。我感觉这一点爱下英文。爱写哦，对，爱有英文。安尼看。无花果英文是啥物咧？爱有英文，这我同意。有英文代表讲咱这台湾的物件是国际化的。International。英文、日文、法文全部拢甲写起，透动。哦呀，叫做 fig。FIG 啦。算没记住。fig。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最近不是很多人会说什么，例如1分钟出一个 logo 吗？他们就是先把字写出来之后，再把它图像化。所以比如说他刚刚说的英文，然后如何画成中间可能有个无花果嘛，然后再把英文整个串在一起，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广告 start 抖的最后那个抖，然后又是 t。我知啊，你的意思是讲字形变图像啊？对。无花果。但是这就是一定要开钱啊，因为咱现场3个人无人会。我袂晓。Photoshop。嘿，这我袂晓。这一定要开钱。我真正袂晓。啊，但是开钱的话爱开1万块咧。安尼阮买广告算3万哦。无啥搞，无讲叫我踢1万落去啊。你会使踢1万？我讲笑的啦。我惊一个你若踢，我钱要对你踢咯。无啦。我感觉这袂当安尼规个炸起来，安尼就看不清楚你这。哦，小小的。还是用透明的，一定爱透明的呀。对，我感觉用透明袂歹。你讲到一个重点，看不清楚了，对。真的全部看不出来。对啊，对吧？有影。来，6分的牛排好了，盘子在哪？等下他说哪个？57号。放错了。乌暗吧？吓一跳！卖我放海硬啊，我压力足大。我被考啊！那个音乐真的是一听起来，那个朴素的声就要出来啊！来，这给你。看不出来，董仔这个煮物件呢吼。可以吗？7分了，是不是有点7分熟了？我觉得这个深度应该是可以，应该是会熟。有没有剪刀啊？剪刀来了。无可能吧？是吗？这是确定的都。这是无说你吃到，莫猜疑。安尼我先摕剪刀。我无听到什么声啊？我无听到。你有听到声吗？无啊，我讲无声哦。无。好。都烘肉的声尔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很嫩。好好吃。汤料有好。好。鸡吧？无，那有可能。那是后边的声。啊。正面。分手车啦，迄个声佫出现了。其实我等去台北，我把这声用闹铃声，因为我就电弹起来，足恐怖的。啊，侬这暗嘛佫有灵魂，恁真正足恶毒的。这个没办法忽略。真正有声嘞，爱吹无啦？恁去吹我行嘛，恁去吹啦。我袂食。破事，你迄落啊啦。破事你会使直接卡奶无啦？伊讲用什么录音带？好啦，有啦，吹到啦。无遐啊，你神秘秘的。无啦，大概拢伫遮。对啊。我讲就神秘。你就叫伊开一个赖群组，咱顶管讲就好。莫大家拢用迄声共惊嘛。好灵奇。天国到了。对啊。那种感觉。每次好像都觉得要被接走的感觉。哎，极机密。哎，卡带，来给你。谢谢。好利。哦，看到这个我头就疼呢。啊？
这是什么啦？旧的也未处理，你还有新的。哦，今日明仔载提案的错赛，我有安排一位老师帮您检查提案的重点。明仔载早起10点半的时阵，准备提案的物件，前往旧社大安宫向伊汇报，一定要完成提案的计划。也搁有，我有请图才帮您准备中华印刷厂的名册，会使帮助您参考按慢。哦，它这里都是印刷厂的。哦，它这里都是印刷厂。我懂了，然后还有袋子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就真的要用完，因为10点半要带着我们准备好的东西去找他。没心情吃的。我突然心情很 down。你帮所以我打个白灯。所以他才弄这么一道好料的。咱也是要食到3点。啊，平常刚卡车片足重的。会不会太多？你会不会演太多了啦？拢卖食。姐啊，歪落啊！哎，伤多吧？可以吗？哦，我来讲一下。肉心呢？我袂使啊，我开始咧醉啊。不，10点半前。好，来，牛排先，我跟你讲，食饭皇帝大，吃饭的时候专心吃饭，工作的时候专心工作。我们先专心吃饭，再去专心工作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都不准给我聊工作上的事。哦，我们切断，没有工作室，先中断，先中断。耶，讲法就华裔耶。这个感觉应该很好吃。哇，因为茭白笋好不好？真正有。就是那个玉米笋。哎，啊，你用无篮球啊？你应该家己去咯啊。家己用啊？对啊。我无切落去啊。这是啥？那个不要。董事长有没有吃啊？有在这边。食一寡面啊，无巴肚拢胖胖。都知啊。其实差不多啊啦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其实差不多了。所以它现在已经有这个包装的样子了，我们可以在上面比如说画画。然后你刚刚说无花果的英文是什么 ？Fig。怎么拼 ？FIG。Fig。哦。但是吼，有一个代志吼，我们先讨论一下，有要使用这1万块无？袂。我感觉1万块一定爱甲用掉，因为我这美术的这物件，我感觉一定爱请专业的来，因为这咱三个毋是专业的啊。我算一下。那是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1万。来，谢谢妈妈。好我来去算。这样算吗？啊，生姐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可以啊。啊，今晚就要呼喊他吗？啊，袂啦。阮是甲我的概念想讲。好。我刚刚头仔讲迄透明的袂歹。系啊。哦，透明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这个贴纸用透明贴纸。我讲。是吗？啊，不过透明贴纸伊的色要安怎起？这会使甲美术讨论，一定有法度。因为我之前嘛做过个人的迄联名就对啊啦。联名贴纸，迄是会使起哩。好。但是我刚有一个重点。我下一个哦。因为我想啊是讲这是一个圆的嘛。对。圆的嘛。啊，若是做迄种无花果的形状的。你食一个无花果的形状。对，无花果是因为你今日刚好看啊，会使食无？啊对，你也未食到，食来。因为我真正无看过无花果本人生什么款啊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洗就是表皮会使食，你若无洗就是皮不要吃，2种概念。我去洗。好，啊顶管卖食。好。什么时阵要呼喊美术组？咱想好完善叫出来就好啊。咱至少爱甲咱的想法拢想清楚啊。好，你感觉？所以讲咱1分钟的影片的话，1分钟。水蜜桃，对。对不？对。我感觉这个剖面最好看的。系啊。那是用这个剖面落去做的。伊这就是伊的剖面啊，伊这就是剖面啊。哦，对，安尼好。啊，但是伊顶管加咧，啥物农药未检出自然农法 SGS。对，伊讲要标章哦。这标章有的标章要安怎？较老的啊，我较重要的，较老的。
甲老的吗？爱老的啊。我感觉主要的资讯拢放伫后壁，头前这贴纸，吸引大家。嘿，贴纸不一定要这么大块，也不用这么大块都是透明的。其实你哦，伊这人就精准的呢，人讲包装就好啊，是伊发现迄个包装伤大片的，我阁还袂想到迄个物件，伊会直接甲问题提出来。好，安尼我来画看卖。像迄包装，我就是有一个想法，我感觉，因为我摕到的时阵，我就是看不清楚内面的果实这样，我就是一直就执着讲，一定爱迄个面积爱较大的，安尼看较清楚。你那话我那想一个60秒的影片，我拄则有2个想法，但是拢非常片段式的。是。不行，现在脑袋太多想法，我挤不出东西来。我跟你有叨叨讲，叨叨听。头一个用演戏的，是。第二个用画面去呈现内面有啥物物件，比如说因为一进去它不是好几个庭院吗？对啊。就会有一些小朋友在干嘛，在摘、在撒，像我们今天体验的那些事情。不过我刚刚用演戏的，先吸引大家的目光，或是搞笑，然后但实际上我们是要讲这个地方，这样子。我介意。你介意倒一个啊？我拢介意。你甲我想的其实会使结合，因为我嘛会想到2种。好，啊你哪讲我哪讲？头一种吼，因为我感觉伊这间，因为我今日走外送嘛，我感觉外送是一件，敢若爱提的代志啦。外送。对。便当外送那个。对哦，我个人是想讲吼，我是感觉用歌曲的方法嘛，是一个袂歹的，会洗脑热闹。好，这3，我阁想到第4个，就是阮拄则伫咧车内面讨论的，就是讲加甲敢若就像迷因的，迷因梗。我有想到一个是，看他们玩得很开心的样子，我感觉很开心。啊，每一个朋友他们玩的东西都有赶快，玩那个马达机，他就很开心。然后他骂苦也很开心，骂苦那个也很开心，已经是2个不同的人。对。然后还有那个把鸡抓起来，对，跟鸡，那也很开心。我懂你意思，把所有开心的元素放在一起，但它其实它只是在无花果园里面发生的事情，可是我们没有刻意去讲这些东西。伊其实就是一个开心农场的概念，对，伊不拿种好食的植物，搁种好食的开心，对。啊，进前有一个歌曲足红的，全世界拢足流行的。啥物？花舞。咱甲无花果甲这个花舞，咱做改编做结合，然后咱招遐小朋友全部拢来跳。我想2个了，巴蒂阁想1个，然后那个Leo又想几个，啊就结合啊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是一个台北人，但是我徛后倒摆来到这个所在，啊拄到恁2个人，画面就切甲恁在跳舞，然后恁就摕无花果我，啊我就甲无花果这个物件徛后倒摆送出去，散播爱的一种概念。那是讲。音乐的部分用现场的物件，我家己拍出来啊。家己咪哦，啊你又会使吗？哦，好。安尼，伊会使哦。唔免讲明仔载就要出来嘛，对吧？就是拍 MV 之前，这是爱心做 PTT 啦，简报啦，就是画面感什么拢爱互伊啦。好，安尼讨论到这，我感觉60秒应该6成啊。啊，但是无花果就是阮用阮拄则的想法看。阮专业的美术组有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概念？因为阮画不出来嘛。对，因为阮拢是靠影片。啊，我们来召唤美术组。是这边要召唤。我想要安尼啊，我想要我自己发。啊，你用迄啊那个啦，骷髅魔法使啦。嘿，来哦。3秀后召唤美术组。哇！秀后召唤美术组，哇！谢谢你们啊！先收钱是不是？等一下啊！发票嘞？发票啊，对啊。啊，统编啊，统编啊，税内啊。这里啦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们是做善心，对不对？要帮我们推广出去，算便宜一点啊，5000的8折可以吗？对，8折，一人5000，不是啊，可以吗？打8折啦，拜托。我们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们2个可以再另外帮你们曝光啦。哎，对，
你们公司我们那我们不用算以前，先弄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。我们2个帮你曝光，但你们算我们8折。美术师不能熬，不能熬。一开始我就无想要开钱的，因为迄钱最重要，干那5万块要好好的使用。其实哦，我们这个无花果干一开始我们觉得，阮感觉因这伤大片啊，阮想要甲用较细，用较落，上好是透明的，因为想要内底无花果是看得到。然后还要有颜色 FIG 英文啊，因为爱国际化嘛。啊，还有你刚刚说的剖面图。对哦，哦，那你在试看卖，对啊。我差不多是大概画安尼啦，就是一个透明的啊。这是一个白骨便当，啊，这是有两咖喱饭。啊对啊，阮分镜脚本，你感觉？哦啊，无咱就用翕相的好啊，因为分镜毋是拢用画。对啊。但是我感觉用画无迄个意思，咱就规矩咱直接翕相翕迄个。但是故事还袂出来，你讲阮翕了，因帮阮做对无？会使吧？阮1万阮开落啊。试看嘛，试看嘛。我伊是讲你要试看嘛，试看嘛啊。啊，还是我们玩那个一镜到底啊？真的啊，假一镜到底。假一镜啊，假一镜啊。你是讲，比如说你 GoPro 你在这里，我怎样？或者是一镜在这里。你骑车进来之后，我举例打招呼接了你的 GoPro 之后，我们翻过来的时候，小朋友就他讲的，直接进入那个小朋友的画面，或大家这边哈哈，然后有人不是在那边玩吗？我讲，定义是假一镜啊，你是利用这个转的东西去把它接到，像故事其实是最后你拢欢喜了，啊变做无花果。阮拢变无花果，还是要请？不是，我是讲迄个意念，因为内底有欢喜，够主人的物件，幻化成一包无花果。知无？哦，抽象具体，抽象。等于迄个画面安尼顺，然后无花果，内底拢是快乐，拢是所有小朋友甲你的快乐，拢在这内底无花果内底。小等下你安尼讲，互我想到另外一个物件。生生甜甜。我来讲，温中公画面直视的嘛。对不对？直视。然后你骑车骑过来，9:16，假一镜，然后比如说带到一个小朋友，他在很开心，然后他做完很开心的事，然后又换到刚刚，我们就想象我们今天一起发生过的事，然后那个弟弟把哭后退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接下来可能又到了鸡窝，然后抓鸡很开心，然后那些画面他会直接这样咻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用动画的方式这样咚掉进来，就水的。就棒的，但是动画都要开钱啊！动画应该是上贵的所在，差不多1秒就要几6000、几60万。我们大概是要先同一个直视，因为影片是直视，是9:16的。9:16。然后头一个画面，我想看卖啊。若是阮若是要有乌多巴，还有人的迄个画面。巴蒂，你就直接这样子。啊，你给我开去啊吼！巴蒂，你就直接在这边拍一张哦，然后你就这样子啊，我帮你拍一张，然后输给他。对，安尼上紧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一张印出来，互阮搭在顶管，啊，阮在顶管写字嘛，啊是讲会使在顶管写好字，印出来有打起。系啊。我这个用人工智慧来做合成图。啊，嘿，所以我会有，你们可以选你们喜欢的画风。会使安尼用，最厉害的。这个很像我哎。对啊，因为我就是参考你的脸。这个太可怕了吧！然后，哎，起码竟然在厉害哦。啊，你好我会哦。电影海报。对。可是重点是我们到时候拍不是长这样。还有落差，还有这种。对呀。还有图文不符啦，你不要把我们用太好。那我可以再接近。这个太夸张了，我刚刚这太夸张了。那我再接近一点。安尼好，咱去看。我去看嘿。你是忙处理者，我另外就来找你。哦，你处理。你先处理者哦。出难题。啊，你要食无花果。哦，咱瑞瑞哥应该处理好啊。瑞哥，但是迄紫色的迄伤大张呢，想要搁较细张对无？对啊，我建议即摆是先看有咩什么雕件，咱再等下再加放去包装内底。过来雕啊。瑞，所以你讲迄个颜色是会使用透明的就对啊。因为透明的会看较无清楚，你看好用透明，你看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因为透明里面的文字要有边呐？可是它因为很小，很小就要边不好。其实它最好是有一个块，有一个色块，那我们可以在那个对，其实它会比较清楚是什么。我现在看一寡圆的感觉。白看吗？
因为我个人我是较喜欢盐的。我嘛感觉盐的够甜。对啊。那这样子盐的要不要直接用它像伊下骹这种无花果的形状，卖是真正是盐的，是有一寡无花果的形嘿。对，就是等于它盐的是用无花果的迄个盐。好，了解。 10万，台北都市8地。好。下告慈恩，花区3人跳舞。花区跳舞3人，这钱开了有价值，来了2位厉害的这个人员帮我们，我是就感动啊！一开始还跟人家撒娇，我有够袂见笑的呢，我迄假条好无？其实两个迄个出现是互阮一个足大的定心针。讲实在，因为伊是真正是非常之专业，因为甲想法甲讲嘛，伊就电脑摕就开始改啊，而且改迄个动作足紧的，就是我甲党的甲李王想法的物件，伊拢足紧就甲阮用好啊，伊足安心的。啊，搁有现实的 AI 分镜脚本，我无画过分镜脚本，我其实毋知分镜脚本是要安怎画，因为我较早拢是写剧本嘛，敢若只有文字尔，所以分镜脚本我无概念。但是当下就讲，阮就会使现场翕啊，阮就免用画，用翕相上紧，啊翕相搁用 AirDrop 和 Hands 传输迄足紧的啊，其实少年人做来足紧的，所以差不多到11点吧，11点就大概完成。Oh my God, Jesus Christ, Jesus Christ, 11点了，什么广告人的生活啊，比爬山还累。我跟你讲，我录这么多爬山的外景，我真的还没有这么累的。你知道吗？广告人真的是用新鲜的肝换的。我必须给所有做广告行销、广告媒体这个传播媒体的人一个赞。你可以看到我眼神已经没办法对焦了，因为今天是一个体力、脑力的一个各式的一个交战。明天继续打仗，希望可以很顺利的提案成功，然后把我们的成品给完成。加油！三小福气。早安。早安，我先蒸迄落荷包蛋，啊，看你要夹吐司还夹可颂，啊，吉隆咖啡你会使帮我泡无？哇，这是用香的哦。伊迄烧最好啊。伊是写吉隆咖啡。吉隆咖啡要安怎泡？我袂晓用诶。我拢是用迄咖啡粉的，绿挂咖啡的。啊，我两个要全熟哦。好。感谢你的爱。无够烧，这锅子无够烧。搞早，我先蒸呢。啊，然后恁家会使先家己食。你有啉咖啡吗？有，谢谢你。观察一下。这有一寡肉嘛，使蒸的啊，装的烘肉。这有培根，我是用培根的油家己，互鼎内面较油嘞。行来行去，我唔知要创啥。你有今日食偌款啦？你有困饱啊？有啊。你嘛甲昨差伤多嘛？先照着就对了。先照着，照来早上要慢跑。对，来慢跑的。啊，恁个培根爱恰恰无？爱。恰，你是一个恰查某，恰。恰，你知影为啥物？恰的。你知影为啥物我要来遮无？因为遮有镜头。是恰，你是一个恰查某。哇，今日天气凉凉啊。我的手啊！要不要换手？你会是不是？我会啊，好，那给你用。它一直喷，可是蛋也还没好。好，我等下再炒一下。好。胡椒粉。拄则拍了电话了，结论我们要怎么做比较好？
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我有看到你们的那个站立的假链带。请问一下，想问一下你们那边贴纸打样的话，是多少钱？还是说你们有没有工厂是可以现场去选的？因为我头拄来打样，伊是讲，150会使5张以内啦，但是无确实是几张啦。啊，咱会使先甲咱，因为是讲贴纸，咱啊，我手工用印嘞。阮家己先印出来嘛。啊，至少有一个 reference， 今日会使先甲迄个厂长讲。好。对啊。啊，若是有确定了，阮甲迄厂商讲。啊，另外我是感觉阮的迄个包装有无？阮甲广就是那个就是网络上的，我们先列印下来，然后贴在旁边让他去思考，然后我们先问完成本之后，再来看卖有要改无？你感觉嘞？会使啊。好，有了，有炒蛋。欧姆蛋。我昨在困的时阵，我想到一个物件。你讲。咱不是三小福气，包你满意吗？对。我刚刚减一句。汤出来对。让你感觉我们满满的心意。我刚刚，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。因为包你满意之外，其实阮讲有阮的心意在内底。啊，所以到底是福星还是福气啊？福气啊，福气啊。可是福气，我们其实是三小福。福气是一个那个叫怎么讲？ Hockey 名词，但是福星是可以讲一个人哦。有福星啊那样。福星比较像一个角色。福气是一个抽象的运气。对，啊那边福星。三小福星，包你满意。福星美败啊，福星会晒啦。好，三小福星，3颗星，包你满意。啊，最后一句是什么？让你感受到我们满满的心意。让你感受到满满的心意。会使go show。三小好青，好青啊，好青啊！迄粒青，好青，好青。包你满意，互你感受满心意。哎呦！好，先暂停安尼好啊。暂停安尼。大家好。老师，美术老师。老早。是。老早。要跟你讲一件代志。哎呦！是不是？哎呦喂啊！超值了吧？你这1万块开了有价值哦。我做第一张尔。第一张尔。别你家己打。别你家己打。有一个重点，是重点。哇！恁减一句啊？对，迄我两面会补，因为我有一个迄个，对，我知影。安尼真好，这交互你啊。好，哇，迄心中的大石头放下来，就是相信专业的，对，专业帮你用个透动，刚刚这钱开了有赚。哇，很有画面感呢。啊，早知就家己用 AI 就，无啦，开玩笑。来，那现在第一件事是你们粘这个纸，然后我写这个。好，这个怎么了？错了吗？在靠近，这 AI 无搞用好。在靠近。这边要有花。那我们自己画花，对，我们自己画好。用画的好。因为这是我们3个一起跳花舞的。爱对工整。但是安尼的话，阮阁有减物件，爱叫美术组来。减啥？减就是讲这包装的啊，包装的物件，阮爱做一个较好看的图。啊，然后阮去提案的时阵，会使互伊 reference，互伊看，对不？对。安尼是不是爱请美术组要有请？好啊，美术组的代志。有请美术组。嗨，老师。我过来啊。瑞哥。详思献瑞。噔，嘿。好，一个位置排好了，直接连就好了。就是呢，因为我们要贴这个 reference 给客户提案嘛，然后那你帮我改一份白色的，然后一份有一点性格的色的渐层，也是的，紫渐绿。对，我想要紫加绿，机械加倾斜，啊，做一个渐层，对，啊，另外一个包装就是直接紫色加你原本的贴纸紫色去配，像我指甲这安尼这种的。嘿。3色嘛，对不？对。啊，第4色就是规包就是紫渐，啊，中嘛是要透明嘛。对，拢透明。了解。
好，再会哦。再会，再会。这样麻烦你啊。但是车门印出来是你帮我印吗？也帮我印吧。对，无，还是我有你等下你买7。无啦，你帮我印。无啦，7爱钱啦。免感冒，免感冒，你就会处理掉。猪八去啊！你相思线蕊呢？谢谢。相思线蕊去吃瓜。嘿，噔，嘿。好，跟我这弄大好啊。好，因为阮小等10点半要去见老师，所以讲小等迄个。包装我会使现场到搁量，但是这2个即马代表已经好啊，已经好啊，对不？成品啊，安尼就物件收收的，哦，传来走。好，我们要有个仪式感，每次出发前要干嘛啊？你不是讲第4句安怎？第4句，同在你好巴蒂，3小好心，满满心意，互你满意，安尼啊。哦，安尼简单。有力，因为互你满意一定是爱 punch line， 互你满意。哎，等下，那再次我记一下，刚刚好像有点混乱。好，搁看一下。好。各位头家你好，阮是董仔。你好，巴蒂。3小好心，满满心意，包你满意。对，这些东西什么时阵想？好多想，没有，阮这两刚好会想，因为阮刚刚这下跟他春联的状况，开工大吉，就是你要 P 图，开工大吉。安尼。右左一右，中间这样。啊，拢会使，无你买在横批，就是横批嘛，会使。你买在横批。无你有人使。啊，你就看你心情，你都直的嘛，好 ，OK， 那记录好了，出发喽。好，那我们再练习，好，K 和你是说？我们在车上练习就好了。跟你没默契。不要再练了，不要再练。啊，这给你们翻，这给你们3翻。小好心，好，包你满意，满满心意，满满心意嘛，包你满意。哎呦，足紧张的啦！唔是，我是惊阮若要定重想吼。嘿，去用拍拳，嘿，去用拍拳安尼。因为我无第二方案。我可能笑不出来哦。我笑袂出来。我笑袂出来哦。但是我相信阮的想法应该是好的，老师。而且阮讲较欢喜的，有的时阵讲的人嘛就。咱就要一搭一唱。一搭一唱。咱有十足的默契。安尼好。好来，到位。好，到位。好，加油加油，马祖牛牛。你什么都能接。对啊。哇，拜天舞吗？真正是伫宫庙吗？这是啥物庙？还是阮爱先去拜拜？先甲拜拜讲一好啊。袂吗？对啊，袂无。啊，敢有机器？啊，啊无啊，咱先用这，先甲这安好，咱才来拜一好，先安好，先安好。然后这个又飞了，这要再粘。我们要做最后的补强。还有刚刚我们有发现那个花，对，然后用卫生纸，对。哦，好。Yo， 瑞 ，What's up？ 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你那足美，卡住足美哦。好漂亮哦，这是。哦，这就是跟我想的差不多呢。对啦。而且你看，我拄则讲我指甲的紫色。对。专业嘞，人家厉害，值得。啊，三摆改嘛。哦。啊，你红豆汤用煮袂了。这2张应该是同款的位置吼，我要2张做伙加哦。好啊，你家己夹一个。口红胶。来啊！是啊。啊，不是还有变数的。啊，变黑啊。哦，迄变数的，错一点。有好安尼。低调啊！来紧啊！低调啊！紧啊！做定了定。好爽！好爽！紧嘞咯！落好了，新加坡。好，我继续用。来，有车过哦，说你哦，有车哦。刚讲老师会塞这台车啦。有人诶，有一个。啊？不可能吧！
有车哦。敢讲老师会驶这台车来？有人诶，有一个。啊？不可能吧？小汉吧？老师，请进。你好。老师你好。你好，这是我的妹子，我要好多一位。老师你来，老师你来。无啦，这伤咸嘛啦。酷吧？恁兜的 Uber 哪会遮大只？百万名车啦。哇！广告 start，有 QR code， 来扫 QR code， 你扫。你进来。哎呦，嘉玲呐，来看嘉玲，哎呦，嘉玲姐，你是阮的家人啊，嘉玲啊，嘉玲啊，这来，这。啊，请问这个 idea 是你家己想的哈？无啦，就博士讲吼，爱出场啊，酷一点。哦，太酷啊，太酷啊啦！好，安尼阮甲你介绍。安尼直接就是要甲老师讲阮的 idea。阮的想法。好，啊是甲你讲。好，哎安娜。我就一直做工课，无感觉遮就无聊的。哦，对啊。要算一下这车无？会使吗？会使算吗？会使去哩？会使驶吗？会使去发台，啊，搁有发台啦。哦，真的吗？是啊，博士讲，今日有准备一无同款的车，好，大概算一下。好，无坐过这种车。体验一下生活，还有灵感啊。好，讲了好。来，好，大只车来啊。都位阮的车伫倒？无啦，无就大只的啦。是一人一只。迷你一点。无错，这摆找了创意导师互恁，那干那是要互恁压力，是要提醒恁，成为广告人，就是爱知影看世办事。放开来算，才会刺激头脑思考。我这真正是用心计较啊！我来听一下司机。我会惊啦！干嘛啦？来，你来，我来讲，来，闭嘴来，老师你来，你好，对，我先下来。哎，老师你在笑了。你几岁啊？你几岁啊？我几岁？卖问岁数啦。安那请哦，我姓陈哦。单哥，但是我无驾照，你敢会使驶？会啊，恁若有手牌驾照就会当开。啊，我是自动的。啊，自牌就袂当啊。啊，我不要紧，咱即摆是无要开上路无差。哦。对，无要开上路不要紧。驾训班的意思。对，咱互恁偷开。哦，啊，大家拢听着。不要紧。啊，平常时这种车是咧创啥物的？这种车是咧咱咧产区咱咧盘产用的。盘产。嘿，咧盘产咧翻土，咧冰土，嘿，咧产。这样雷产嘛，雷产车嘛。雷产车，所以我那个雷产就是这个来的。对，就是这雷产。这个雷产。滑道雷产。好，无驶看卖啊。对，因为你本身就有手牌的嘛。对啊。无，我有手牌，但是我真正袂记得怎驶啊。咱先打，库拉吉要先打咧。库拉吉打。啊这，咱因为这是柴油车，所以咱先补红，咱开锁匙。哦，锁匙伫梁的顶管。嘿，对，无迄是插掉，嘿。插掉梁的顶管。我无驶过呢。哦。库拉吉打咧。好，即摆康索啊。啊。嘿，咱即摆袂要紧，咱先把这放落来。这啥？这是头前下巴罩，咱放落来，互你。来，这边放落来啊！头前来较注意哦。我们甲肚仔缠起来咯。好 ，OK，啊，这咱一手在倒啊。即摆咱有嘿1手、2手、3手，你看有吧？吼。看有。嘿，看有嘿，等下我先来变慢速。然后起来了，咱就会当驶进前就是爱拍一手，咱种1手就好啊。我驶1手就好。1手就好啊，不然是头放。啊，油门上边啊，遐一支。哦，这是哦。无，这是档啊油两支，遐有一个小踏板，迄是油嘛。对。会使，无问题。头前较注意哦，弄掉无声哦。加油！拜拜。没事，吓一跳。弯腿。哇哦！
这边还要绕一圈再绕圈哦。哎呦，小心后面还有前面！哇！放点停啊！他很像真的要去雷惨哎，他好像比较顺哎，他好像真的很适合哎。来，你来看后边去回调。哦，哎呀，飞机你有后边。哎，袂歹哦，袂歹哦。哎呦，哇，过啊！是啊，搞晒好好玩哦！觉得很新奇，因为真正无驶过，啊，搁足好耍啊，感觉家驶了就家己是女标仔啊。啊，捌去无捌去，我足恐怖的。可以。OK， 跑出去 ，OK， 好，来派扛手，派扛手啦。刹车到底在哪里啊？哦，好耍，就好耍。其实赛迄吼，气场就足诶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足紧的，对啊，就开始咧讨论开会啊。好啊，来，经过做正事了。对啊，经过咱头拄仔这欢乐，即马较见识啊。好，那是安尼，我是轻松一点的包装先讨论，啊，再来剧情吗？要不要？好啊，拢会使啊，看你们哪一个比较有自信，拢有自信啊，拢有自信，好来100分的啦，这是跟你分享呢。单子掉了，等一下，啊，怎么办？它粘住了，这个整个花掉了。哒。没关系，我们先跟总监先开会了，我重新印。我们等下再补强一下就好了，没代志。哇，重点是总监知影阮的概念就好。好。哦，原本是想说，因为其实老外也很喜欢吃这种圆形食物，然后这个加上英文的话，可以比较让他们直接知道是什么。因为阮拍算把这个物件做国际化，然后足多外国人来遮中华嘛，会使买这物件，甲因国家的人分享。其实因拢有想法，啊，不过因的想法拢足直接的。即摆物件看起来哦，都是安全牌。啊，恁敢有想讲，予伊一句 slogan？slogan 哦。你头前有，会使有一句话。我要买的人，我拿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说，有点意思，这一包有点意思，好像这一包好像就是一个故事的感觉。我买的不是水果干，我买的是一个故事。总监人其实就好，而且嘛是对症下药，甲阮讲报告的时阵呢，爱注意啥，啊恁的内容爱增加什么，啊恁的修改会算安怎修改，我就感觉哦较安心嘛。过来刷落来咧，这是咱的影片。好，我选看卖哦。你的笑容就恐怖诶。无啦，通常我们广告就会提2路给客户选择啊，我们只有1路啊，万一都没有买单，是安怎？我现在先提几个问题。我们想要传达给看的人是。我们希望他知道说这里有卖无花果干吗？还是他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场合？对，因为伊平常时啊，家拢会开放给人家体验。但这样就会稍稍有一点点复杂。现在会比较像是我们3个去玩了一个 vlog， 对不对？就很赞，就是我们3个出去玩很赞。可是我看完我会不知道说消费者我要怎么样跟你互动，或是你想要我干嘛？我们有这么好的环节，比如说小朋友他们在帮忙捡鸡蛋，在胡花果，或者是他们很开心的过程，也有可能这个东西你再掉下来，也许你要这样，它掉下来就是掉到你们手上就接住了，3个人就接到了，它就会更像是这个地方的东西在做循环了。是耶，因为伊知影有影片的概念嘛，所以有把迄个鸡蛋、无花果变成一个物件，去传承这件代志。有点出来，我感觉这个点就好，这个剪接顶管是足大的帮助。我大概会使知影伊想要甲阮表达啥物，就是讲阮有的时阵甲客户提案的时阵，阮无要改你的物件，阮是要保留你原本好的所在，搁去发扬光大迄种艺术。其实我感觉重点拢嘛是沟通方式，就讲伊甲巴蒂讲，你介绍的时阵爱先想到人最后想要啥物物件。然后跟他们讲说，我们有注意到你们的需求，用这样的方式来去靠近这样子结果，这样子。
爱有几粒鸡对，你这边可以你的。 这边帮我拿一个鸡蛋。一个男生的手去拿一颗鸡蛋接果实，去拿一颗鸡蛋。头拄就是讲，这个无花果嘛，你有摕了就弹出去，伊就甲我牵出去了，啊，往上起来遐。我们是接无花果干，3包就落来啊。阮这中间哦，就算讲是伫休困的时阵，阮嘛是一直在讨论。 就是讲无甲当做一个工作，阮是真正是徛喺要甲遮散播出去的出发点，想讲要安怎修修补补的个，互伊个较完整安尼。所以我感觉一个 team 就是安尼互相等想法，因为我原本嘛是感觉我会惊，我唔知安怎等想法，互因知影，但是就是勇敢去做，对啊。 有我甲你讲，巴蒂这个人高举伫倒位，就是吼，伊就爱念啊，食抱怨，但是伊会做代志。啊，利友咧，利友就是看起来可可爱爱啊，敢若无话对无？但是一针见血，一句到位，所以我们是黄金金三角。